继续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宝林地室，去年3月发生着食物中毒的事件，有6个人死亡。台北地检署今仔日侦查结束，讲就是因为粿仔条的包装拆开，无放冰箱，是放伫一般的温度超过63点钟，所以这个粿仔条怎产生着致命的邦克列酸这种的毒素。厨房的工作人员佫用一个手套去抹去摕这个新拆开的粿仔条，佫造成着交叉的感染。包括着负责人甲内场的总铺，拢总5个人去互起诉。台北市信义区宝林地小食物中毒案件，互大人死去。北检侦结以违反食安法、过失致死等等的罪，甲5个人起诉。宝林地小县里负责人当时叫约谈局长会室里，检方认为伊无做好教育训练，犯案了后态度无好，判囚4年；内场无好好保存食物，姓王的杜志西判4年2个月，姓周的杜志西卖判较重。若姓王店长含一个姓黄的实习生，新认犯罪，判囚适当执行。登记的姓陈负责人是无起诉。这个果条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像检方所说的63小时没有冷藏，所以导致有这个病毒的产生？我们认为这个逻辑上面可能会有些问题。为什么当初会用这种态度讲话？所以一句对不起都说不出来吗？规个案件伫咧去年3月底逼出来，几啊条是关键。检方认为拆开包装无摕去冰，放超过63点钟，才有邦克列酸的毒素。佮用同一个手套伫咧戳几啊条，青甲无青的黏做伙，侪感染。周姓、阮姓、胡姓被告将果条长期置于常温，随意混装、重复使用。塑胶袋等行为，致使该病原型菌株生长，因而产生邦克列酸毒素。宝林食物中毒案件，互33个人感染，6个人食甲死。检方侦结起诉，嘛要互全部业者更加重视食安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